各位聽眾，你哋好，歡迎收聽10月8號香港新聞整合。以下內容包括本地新聞、國際新聞、財經消息、體育消息、影視娛樂與音樂、數碼科技同埋生活娛樂等，涵蓋社區脈動與全球視野同埋生活資訊。以下係詳細報道。本地新聞：南警遺失便攜式打印機，警方話冇個人資料與市民交還。一名隸屬新界北總區交通部執行及管制組嘅男警員，尋日發現懷疑早前意外遺失一部便攜式打印機，警方已經展開調查，並喺可能遺失地點搜尋，暫未有發現。案件列作遺失政府財物，該打印機已經終止服務及失效，內冇個人資料。警方呼籲市民如拾獲，請交到警署。大埔男子搭電動單車同的士相撞，受傷送院，涉嫌唔小心駕駛被捕。琴日晚上8點許，大埔廣福道近寶鄉街交界，一架的士同一部電動單車相撞，的士擋風玻璃碎裂。駕駛電動單車嘅21歲男子腳部及頸部受傷，清醒被送往雅麗氏何妙齡嗰打素醫院治理。警方初步調查，該男子涉嫌駕駛未登記車輛，冇有效駕駛執照，冇第三者保險，未戴認可防護頭盔及唔小心駕駛被捕，正被扣留調查。截至夜晚9點，逾92萬人次出入境，內地客出境佔13萬。入境處表示，截至尋日晚上9點鐘，共有92萬6千幾人次經各管制站出入境，其中43萬幾人次出境，49萬5千幾人次入境。出境方面，26萬幾人次為香港居民，最多人經羅湖出境；13萬幾人次內地旅客出境，最多人經西九高鐵站出境。入境方面，12萬幾人次內地旅客入境，最多人經機場入境，另有35萬幾人次香港居民入境。私家車大埔懷疑失控撞壆之後反轉，司機輕傷拒絕送院。尋日下晝約2點，大埔大貴街以及大昌街交界，一架私家車懷疑失控撞壆後反轉，四輪朝天，司機受輕傷，自行離開車廂。救護員到場治理之後，司機拒絕送院。運輸署宣布，因交通意外，大埔大貴街往大喜街方向近大昌街全線封閉，駕駛人士需要改用其他道路。清水灣獨立屋疑遭爆竊，損失約30萬財物。琴日朝早9點許，清水灣萬公屋路一棟獨立屋懷疑遭爆竊，48歲外籍住戶報案指門鎖有撬痕跡，屋內有搜掠痕跡。初步點算，相信一批金器及珠寶被盜，價值大約30萬蚊。案件列作爆竊處理，交由將軍澳警區跟進，暫未有人被捕。大埔男子懷疑失足墮海，送院後不治。今日凌晨5點許，大埔老虎坑對開海面，一名47歲嘅男子懷疑從船上失足墮海，消防將其救起，為昏迷被送往威爾斯醫院治理後證實死亡。警方打擊酒後同毒後駕駛同非法賽車，拘捕14人。警方喺周日及周一喺新界南同埋九龍西主要幹道設置路障，截查可疑車輛，並進行酒精呼氣測試，打擊酒後駕駛、毒後駕駛及非法賽車。行動中拘捕13名男子及1名女子，年齡介乎27至到63歲，發現12架私家車懷疑非法改裝，已經拖往汽車扣留中心檢驗，並向18架私家車發出欠妥車輛報告，另偵查到178架車涉及超速，將發出傳票。建築署同承建商商討按時交貨前提之下，更聰明嘅方法補救簡約公屋事件。小欖樂安排、屯門恩寶路同埋柴灣常安街嘅簡約公屋項目，發現組件螺絲被剪斷同鐵板鑽孔螺絲位置被擴大問題，建築署要求承建商補救，並按合約追究責任。署長李喬賢表示，最壞情況需拆開以組裝組件檢查，需時4至5個月。事件涉及擅自更改施工方法，影響結構安全，正同承建商商討更聰明嘅補救方法。康修齊憂青少年尼古丁成癮，李以瑩話：年輕人吸食電子煙一個亦都嫌多。世界衛生組織報告話，全球超過1億人吸食電子煙，包括至少1500萬名13至15歲青少年。青少年吸食可能性遠高於成年人，促各地政府加強規管。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表示，電子煙含尼古丁，憂青少年成癮，導致吸煙人口上升。委員會將會同教育局合作，向學生解釋電子煙禍害。委員李以瑩指，年輕人吸食電子煙一個亦都嫌多，學界將會透過教育活動，讓學生了解煙草產品危害。
世衛報告指，全球吸煙人數減少，電子煙引關注。世界衛生組織報告話，全球吸煙人數從2000年嘅13.8億減至2024年嘅12億，但係電子煙使用超1億人，青少年吸食可能性高9倍，又引發尼古丁成癮，促加強規管。政府本年度聯合招聘政務主任等職系收約2萬申請，楊何蓓茵感鼓舞。政府本年度聯合招聘政務主任、2級行政主任等5個公務員學位職系，收到約20700份申請。政務主任職位申請數約13600份，創2021至2025年新高。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表示，申請數字反映年輕人投身政府意願高，合資格申請人將會喺11月29號喺香港同埋7個海外城市參加聯合招聘考試。海關機場檢獲約3.8公斤懷疑可樂英，拘1男旅客。海關喺機場偵破行李藏毒案，檢獲大約3.8公斤懷疑可樂英，市值大約190萬元。一名40歲男旅客今日從馬來西亞檳城抵港，其寄艙行李內藏毒品，被控販運危險藥物罪，聽日喺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國際新聞：馬德里市中心建築物倒塌，增至10人受傷，4人失蹤。西班牙馬德里市中心一棟建築物琴日上晝倒冧，增至至少10人受傷，4人失蹤。事故靠近歌劇院地鐵站，建築物正進行工程，當局出動無人機同搜救犬搜索被困者，初步相信同結構問題有關。哈馬斯同以色列談判結束，討論以軍撤出路線同埋釋放人員。以色列同哈馬斯喺埃及沙姆沙伊克進行新一輪加沙停火間接談判，琴日結束首階段，討論以軍撤出路線及釋放被扣押人員等嘅議題。哈馬斯要求釋放人質同以軍全面撤軍同步進行，並需國際社會保證。談判氣氛積極，今日繼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話，2年嚟加沙約61000名兒童死亡或者殘疾。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表示，以哈衝突2年嚟，加沙約61000名兒童死亡或者殘疾，平均每17分鐘有1名兒童受害。發言人指，當地兒童長期遭受身心痛苦，缺乏設施保障早產兒生命安全，情況令人震驚。特朗普就話，若果法庭及州長阻撓部署國民警衛隊或者引用叛亂法，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若果法庭同州長阻止佢喺城市部署國民警衛隊，佢可能引用叛亂法，授權聯邦軍隊平息內部叛亂。分析指，此舉將會加劇同民主黨主政城市嘅法律爭拗。俄土領袖通電話，討論雙邊關係與加沙以及烏克蘭問題。俄羅斯總統普京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通電話，討論雙邊關係同埋地區問題。埃爾多安表示，正推動加沙停火同埋人道援助，並強調加快外交進程，以實現烏克蘭公正持久和平。高市早苗考慮放棄秋祭期間參拜靖國神社。日本自民黨總裁高市早苗考慮放棄10月17至19日秋祭期間參拜靖國神社，以避免中韓反應及外交摩擦。佢計劃月底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推動日中關係。俄原子能電力公司指，烏克蘭無人機襲核電廠，輻射水平正常。俄羅斯新烏羅涅日核電站星期一晚遭烏克蘭無人機襲擊，一架無人機撞向冷卻塔後爆炸，未造成破壞或人員損失，輻射水平正常。李強將訪北韓出席勞動黨建黨80週年並正式訪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強將會喺10月9至11日率團出席北韓勞動黨建黨80週年慶典並正式訪問。外交部表示，中朝關係係中國堅定戰略方針，願推動友好合作發展。韓媒指此行或者回應金正恩上月訪華。日本京都酒店火警，2中國籍住客充電器起火。京都市一酒店星期一凌晨發生火警，而因2名中國籍女住客房內充電器起火，員工用滅火器撲滅，大約1400名住客疏散，冇人受傷。近期日本多宗充電器火警事故引關注。克羅地亞登山者喺斯洛文尼亞雪崩喪生。斯洛文尼亞尤里安山星期日發生雪崩，3名克羅地亞登山者喪生，救援人員喺1.5米積雪下發現遺體，另有多名登山者因為積雪被困，等待直升機救援。東京附近列車相撞事故處理完成，服務回復正常。東京川崎市東急田園都市線前晚發生2列列車相撞事故，一列車部分車廂脫軌，影響1107班列車及65萬乘客。事故處理完成，今日服務回復正常。高市早苗希望同特朗普建立互信。
日本自民黨總裁高市早苗表示，盼與美國總統特朗普建立互信，加強日美同盟及推動印太進程。佢預料本月下旬同特朗普會談，特朗普稱讚佢嘅智慧與實力。德國新當選市長遭刀襲重傷，總理默茨譴責。德國北威州赫爾德克新當選市長斯塔爾扎星期二中午喺住所附近遭刀襲重傷，疑犯身份及動機未明，警方展開搜捕。總理默茨譴責襲擊令人髮指。倫敦警方搗破走私被盜手機集團，拘捕18人。倫敦警方搗破一國際犯罪集團，過去1年涉嫌走私4萬部被盜手機至中國，拘捕18人，檢獲逾2000部手機。調查始於受害者追蹤被盜手機至希斯路機場倉庫。教宗良14世下個月底首次外訪土耳其同埋黎巴嫩。教宗良14世將喺11月27至30日訪問土耳其，紀念尼西亞大公會議1700周年，並喺11月30日至12月2號訪問黎巴嫩，此為其當選之後首次外訪。法國前總理菲利普與馬克龍有罪落台。法國總統馬克龍面臨下台危機，前總理菲利普建議任命新總理通過財政預算並提前選舉。復興黨領袖阿塔爾亦都認為應該同其他政黨分享權力。馬克龍委託已經辭職總理勒科爾尼同各政黨談判，尋求穩定。金正恩向普京致生日賀電，話朝俄同盟將繼續發展。北韓領袖金正恩向俄羅斯總統普京致賀電，讚揚其領導能力，強調朝俄同盟將繼續發展，並支持俄羅斯維護主權嘅鬥爭。波蘭總理稱起訴北溪管道爆炸案疑犯唔符合國家利益。波蘭總理圖斯克表示，起訴或者引渡北溪管道爆炸案烏克蘭籍疑犯唔符合國家利益，決定由法院作出。波蘭立場數月前已經向烏克蘭及德國表明。普京指烏軍整條接觸線後撤，俄羅斯掌握戰略主動權。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烏軍喺整條接觸線持續後撤，俄軍掌握戰略主動權，正按計劃交付高精準武器，確保特別軍事行動目標實現。特朗普同加拿大總理卡尼會面，討論關稅同加沙和平。美國總統特朗普同加拿大總理卡尼會面，討論關稅同加沙戰事。特朗普話美加存在自然衝突，但可以解決。卡尼讚揚特朗普推動北約承諾同中東和平，雙方盼達成貿易協議。王毅寄中韓加強團結，維護國際貿易體制。中國外長王毅同南韓外長趙顯通電話，表示願增進中韓互信，排除干擾，深化合作，推動亞太自貿區進程。趙顯盼以 APEC 會議為契機，促進高層交往。空巴 A320超越波音737，成史上交付量最多商用飛機。空中巴士 A320系列飛機交付量達12260架，超越波音737，成為史上交付量最多商用飛機。波音737因空難及生產問題落後，兩公司預計未來10年推出新款機型。以哈衝突2週年，逾67000巴人死亡。以哈衝突2週年，加沙衛生部門表示，逾67000巴勒斯坦人喪生，近17萬人受傷。雙方喺埃及進行停火談判，首階段氣氛積極，特朗普相信將達成持久協議。英法美科學家獲諾貝爾物理學獎。英國科學家克拉克、法國科學家德沃雷特及美國科學家馬蒂尼因量子力學隧道效應及能量量子化研究獲2025年諾貝爾物理學獎，評分1100萬瑞典克朗獎金。財經資訊：歐股收市靠穩。歐洲主要股市琴日收市靠穩，德國 DAX 指數報24385點，升7點；法國 CAC 指數報7974點，升3點；英國富時100指數報9483點，升4點。道指低收91點，納指同埋標普500破頂之後回軟。美股三大指數琴日先高後低，道指收報46602點，跌91點；納指創23006點新高，收報22788點，跌153點；標普500指數高見6754點，收報6714點，跌25點。Tesla 低收逾4%，AMD 因為同 OpenAI 合作，升近4%。日元對美元曾經失守152，創逾7個月低位。日元對美元琴日跌至152.04，創7個月低位。美市報151.89，跌1%。美元指數升0.5%至到98.591。歐元對美元跌0.4%至1.1656美元。英鎊跌0.5%至1.342美元。
國際油價收市變動唔大。國際油價尋日變動唔大，倫敦布蘭特期油收報每桶65.45美元，跌2美仙；紐約期油報每桶61.73美元，升4美仙。世銀上調今年中國 GDP 增長至4.8%。世界銀行上調2025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期至4.8%，但預測明年放緩至4.2%，因消費者同企業信心低迷同出口訂單疲軟，公共債務上升或者減少財政刺激。世貿大幅下調2026年貨物貿易增長預期，指單邊關稅帶嚟逆風。世界貿易組織下調2026年全球貨物貿易增長預期至0.5%，受美國關稅政策及經濟復甦乏力影響，貿易限制措施構成下行風險，但多邊貿易體系提供穩定性。世銀指美關稅衝擊明年南亞地區經濟增長。世界銀行預測南亞地區2025年經濟增長6.6%，2026年放緩至5.8%，因美國對印度貨品徵收50%關稅，影響紡織、寶石等產業。印度總理莫迪降低消費稅以舒緩衝擊。法股低收逾1%，總理辭職引發市場動盪。法國 CAC 指數尋日收報7971點，跌109點，跌幅1.4%，因總理勒科爾尼辭職。德國 DAX 指數報24,378點，跌唔夠1點。英國富時100指數報9479點，跌12點。納指同埋標普500指數創收市新高 ，AMD 高收近24%。琴日美股道指收報46,694點，跌63點；納指創22,991點新高，收報22,941點，升161點。標普500指數收報6,740點，升24點。AMD 因為同 OpenAI 合作升近24%，Tesla 升逾5%。日元失守150對1美元，創逾2個月低位。日元尋日跌逾2%至150.47對1美元，創2個月低位。較早報150.35。歐元對美元跌0.3%至1.171美元。美元指數報98.106。油價升逾1%。OPEC Plus 下月增產幅度較預期細。國際油價琴日升逾1%，倫敦布蘭特期油收報每桶65.47美元，升94美仙；紐約期油報每桶61.69美元，升81美仙。因 OPEC Plus 11月增產幅度低於預期。金價突破3900美元創新高，避險資金流入。金價琴日突破每盎司3900美元，現貨金收報3960.41美元，升1.9%。亞洲時段高見3975.42美元。紐約期金收報3976.3美元，升1.7%。受聯儲局減息預期同埋經濟不確定性推動，港股美國預託證券普遍較本港收市上升。港股 ADR 尋日普遍上升，匯控升0.3%，港交所同埋友邦升0.3%及0.6%，京東 ADR 升近2%，美團升逾1%。日股再創新高，初段升逾1%。日本日經平均指數今日初段升穿48,500點，較早報48,435點，升490點，升幅1.02%。日本8月家庭支出按年增長2.3%，高過預期。日本8月家庭支出按年增長2.3%，高於市場預期1.2%，按月增長0.6%，受旅行及交通支出推動，顯示消費復甦。港股假期休市，港股因為中秋節第日假期今日休市，聽朝早復市。台股創收市新高，升幅近1.7%。台灣加權指數琴日收報27,211點，升450點，升幅1.68%，創收市新高。現貨金再創新高，紐約期金觸及4000美元。今日現貨金高見每盎司3977.19美元，較早報3941.13美元。紐約期金觸及4000美元，較早報3982.6美元。高盛上調明年12月金價預測至4900美元。日本長期國債孳息率創新高，分析了或者影響歐美債市。日本10年期國債孳息率升至1.69厘，創17年新高；20年期及30年期分別升至2.73厘同埋3.33厘。高市早苗政策或者推高債息，影響美國、德國及英國債市。
新西蘭央行已成立新金融政策委員會，明年初運作。新西蘭央行計劃明年成立金融政策委員會，制定銀行審慎監管要求同埋抵押貸款比率，強化金融決策能力，確保金融體系穩定。中國外匯儲備創近10年嘅新高，人行連續11個月增持黃金。9月底，中國外匯儲備達33400億美元，創近10年新高，按月增165億美元。黃金儲備增至7406萬盎司，連續11個月增持，價值2832.9億美元。測量師學會按實補價有助重建項目盡快上馬。施政報告提出，按實補價減低補地價成本。測量師學會指，按實際興建樓面面積釐定補地價，有助製造業、物流業等項目上馬。建議優化標準金額補地價及分階段補地價。特朗普話下月起輸美卡車徵收25%關稅。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11月1日起對進口中型同埋重型卡車徵收25%關稅，較原定10月1日推遲。措施旨在保護美國公司。分析指影響取決於墨西哥同加拿大係咪獲豁免。體育消息：上海網球大師賽，中國選手雙進程第3圈止步。上海網球大師賽，中國選手雙進程以1-2不敵葡萄牙選手博格斯，止步男單第3圈，比分為6-7、6-4、3-6。博格斯下一圈將對陣澳洲選手迪文拿奧。影視娛樂與音樂，殺手螳螂，任時完朴圭英合演外傳成績不俗。格殺福遜外傳殺手螳螂由任時完及朴圭英主演，描述兩人愛恨關係。9月26號喺 Netflix 首播，5日錄得700萬觀看次數，位列全球非英語電影榜第3，成績媲美前作。Taylor Swift 親解拒演超級碗原因。Taylor Swift 表示未收到超級碗中場演出正式邀請，且因未婚夫 Travis Kelce 參賽，無法分心表演，笑言專注比賽而非舞步編排，與其未婚夫無關。凌賴瑤拍啤酒廣告變體 show， 同 Mrs Green Apple 同台。凌賴瑤、濱邊美波及鈴木亮平參與啤酒廣告拍攝，同 Mrs Green Apple 同台演出，場面如演唱會。拍攝當日天氣不穩，雨後順利完成。李炳憲、孫藝珍新片票房勝分手的決心。朴贊郁新片選擇有罪，由李炳憲同孫藝珍主演，韓國上映13日觀看人次破200萬，票房約1億1000萬港元，超前作分手的決心。海外版權授予200個國家，香港10月16日公映。新社長 Project 收視破底，不敵趙容弼。韓石圭主演新社長 Project 第7集收視跌至5.5%，創開播新低，雖穩守同時段冠軍，但不敵歌王趙容弼。ENA 劇集《善良的女人》夫婿離收視升至4.5%，創新高。則分尼哥傑曼兩女兒陪伴現身時裝展，英媒稱仍然傷心。尼哥傑曼同兩女出席巴黎時裝周 Chanel 展，已經除低婚戒。英媒指其前夫 Keith Urban 有年輕新歡，尼哥仍然感傷心。Movie 博得獎電影《夢遊納米比亞沙漠》，大象席地而坐。Movie 頻道推出睇乜啊及真愛係任何形狀節目精選《夢遊納米比亞沙漠》、雪豹等亞洲電影，探討社會轉型及人性議題。黃子佼涉撞雙鐵騎士逃逸，發聲明澄清。台灣主持人黃子佼涉嫌8月揸車撞傷女電單車司機之後離開，否認知情逃逸。佢經理人公司發聲明，予尊重事實。黃子佼另涉疑小性影像案上訴中。逾300粉絲預祝周吉佩39歲生日。周吉佩今日39歲生日，逾300粉絲舉辦生日派對，送私家迷寓意唱遍世界。周吉佩自彈自唱，感謝粉絲心意。黃翠如貪大熊貓基地，見證嘉嘉得成長。黃翠如擔任保育基金大使，探望熊貓寶寶嘉嘉得參與製作冰月餅，寓意熊貓飛上月球，歡度中秋。試當真停運之前搞頒獎禮，蘇志豪、陳詠欣奪最佳男女主角。網台試當真將喺10月26號停運，前晚舉行白金像獎，蘇志豪同陳詠欣奪最佳男女主角，由學修備戰舞台劇，許賢將做足球直播。杜德偉福建獻唱，觀眾高呼李文迪。杜德偉喺福建亞太音樂節獻唱7首歌，現場4萬觀眾高呼其電影角色李文迪。佢笑稱最初陌生，後想起自己飾演該角色。方大同遺產管理方嚴禁作品用於 AI 訓練。
方大同遺產管理方發聲明，嚴禁未經授權將其作品用於 AI 訓練，保護其音樂遺產。柳應廷同造星6參賽者演出，嫌棄前輩稱呼。柳應廷同全民造星6參賽者同台演出，笑稱被叫前輩感怒，建議稱 Jer 仔或者 Jer 師兄，分享參賽貼士鼓勵新人。關淑怡經傳病危入 ICU， 個仔守候。59歲關淑怡全曾入 ICU， 情況堪憂。佢嘅仔關俊賢由美國返港守候，親屬輪流探望，圈中好友未回應。黎瑞恩同埋湯寶如祝其早日康復。史提夫校長斯里安梅菲演繹救贖難題。斯里安梅菲主演同埋監製史提夫校長，講述1990年代英國寄宿學校校長面對愛與痛嘅救贖故事。10月3號喺 Netflix 上架，題材沉重但節奏緊湊。查理斯花朗以武士尊尼迪普。查理斯花朗喺巴黎時裝周重遇1999年合演《天外魔種》嘅尊尼迪普，片段顯示佢無視對方，引發熱議。菅田將暉新劇點擊破100萬。日本新劇如果呢個世界係舞台，咁後台喺邊度？由菅田將暉等人主演，10月1日首播，3日內 TVer 點擊率破100萬，香港可在黃 Viu 收睇。討厭的愛情，李正宰、林志賢合演。李正宰同林志賢主演韓劇《討厭的愛情》將會喺11月3號首播，講述演員同娛樂記者嘅故事。香港可喺 Prime Video 收睇。白熾的回憶收視登頂，金多美新瑞恩重逢。金多美同新瑞恩主演《白熾的回憶》第8集收視達5.7%，創開播新高，力壓李英愛主演《恩秀的好日子》。朴敏英信用詐欺師 KR 收視跌至0.5%同0.7%。木村拓哉較長3分上下篇上映。木村拓哉主演電影版較長 Reunion 同較長 Requiem， 前篇明年1月1號喺 Netflix 上架，後篇2月20號戲院上映。許我耀眼，陳偉霆趙露思互騙先婚後愛。陳偉霆同趙露思主演《許我耀眼》改編自小說，講述許賢逆天改命嘅故事，近日喺黃 Viu 上架。數碼科技及生活娛樂。遊艇業總會支持發展遊艇經濟有關放寬政策，倡短期內增泊岸設施。施政報告提出，發展遊艇經濟，容許訪港遊艇無需預留泊位，喺指定水域如赤柱灣、大潭灣等自由航行同埋錨泊。香港遊艇業總會主席周基倫支持放寬政策，建議短期內增設浮排、洗手間等泊岸設施，促進旅客上岸遊玩。經民聯議員駱漢文建議推廣跳島遊及港艇北上，刺激遊艇買賣市場。康文署籲市民歡度節日，保持地方清潔，勿煲蠟、勿放孔明燈。康文署提醒市民喺中秋節日假期保持地方清潔，勿煲蠟、拋擲熒光棒到樹上或者放孔明燈。喺康文署場地亂拋垃圾可罰款3000蚊，煲蠟等嘅行為最高可罰款2000蚊以及監禁14日。國慶黃金週尾聲，酒店業界話過去數日入住率幾乎爆滿。內地中秋國慶黃金週假期聽日結束，截至尋日下晝4點，30萬5千幾人次出境，當中6萬3千幾人次為內地旅客。酒店業界表示，過夜旅客增加，過去數日入住率幾乎爆滿。餐飲業界話今年黃金週旺丁旺財。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今年國慶黃金週過夜旅客增加。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表示，今年國慶黃金週過夜旅客增加，其管理嘅小型酒店過去數日入住率幾乎每日爆滿。有旅客表示，在港購買衫同黃金較內地平，亦都有旅客以休閒為主，前往梅窩或者觀看未喺內地上映嘅電影。天氣報告。高空反氣旋會喺未來1-2日為廣東帶嚟普遍晴朗嘅天氣，同時一股偏東氣流會影響廣東東部沿岸。預料一道廣闊低壓槽會喺未來1-2日影響菲律賓以東至南海中部一帶，並喺週末至下週初逐漸靠近南海北部同華南沿岸，該區有幾陣驟雨。此外，位於西北太平洋嘅熱帶氣旋夏浪會喺今明2日橫過日本以南海域。資訊精明。新聞來源為香港電台及明報，財經、體育、娛樂、科技等資訊源於各資訊平台綜合整理，內容已全部經過核實。我哋將每日為你報道最新新聞，請繼續關注我哋嘅更新。感謝你收聽今日新聞報道，祝大家度過愉快嘅一日，聽日再會。